首先就介紹我哋工作坊今日嘅工作坊嘅題目就係講擴大社交平台嘅推廣效應嘅。咁大家手上亦都揸住一個高達嘅。咁首先我介紹下手上高達啦。咁高達裏邊咧就包括有工作坊嘅講義啦，同埋呢個工作坊我哋今日嘅意見調查表嘅。咁即係大家如果填咗嗰個意見調查表咧，就交翻去我哋個登記處嗰度。咁好啦，咁喺工作坊之前咧，咁我好簡單介紹下我哋中小企服務中心嘅一個服務同設施俾大家認識嘅。咁我哋喺蘇達裏邊咧就有綠色呢份小冊子咧，就介紹我哋中小企服務中心嘅。咁中小企服務中心就喺大家嘅右手邊嘅正門入口嘅。咁我哋個中心大致就係分為3個區域嘅，就係中小企創業區啦、中國商貿區啦，同埋國際市場區嘅。咁呢個3個區域裏邊，其實咧我哋包括有啲咩資料可以提供俾大家嘅咧？首先就係有呢個工商名錄啦，工商名錄咁裏邊包括係有一啲買家賣家嘅資料嘅，咁亦都有一啲世界各地嘅統計方面嘅資料啦，同埋展覽會各國嘅統計資料亦都有嘅。咁除咗頭先我講呢啲資料喺書本上嘅可以揾到之外，咁我哋亦都有啲電子資料庫嘅。咁呢度頭先我講咗，全部都係一啲資訊性方面嘅資料。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另類嘅諮詢服務嘅。咁呢個諮詢服務咧，就係大家手上就係紅色呢個小冊子啦。咁呢個諮詢服務咧，咁其實周培出就有分2個層面嘅，就係中國商貿顧問服務同埋中小企諮詢服務嘅。咁我哋中國商貿顧問服務，咁顧名思義就係譬如大家如果想即係國內啊，或者喺想入國內要注意啲咩事項啊，法律法規方面啊，同埋關稅方面嘅問題，都可以透過呢個服務，藉呢個服務嘅同我哋啲顧問去見面嘅。咁至於呢個中小企諮詢服務咧，就圍繞係啲咩問題咧？譬如一啲 LC 嘅問題啊，或者係business law 方面嘅問題、創意方面嘅問題，都係一樣可以透過呢個服務，我哋會呢個專家嚟同佢面談嘅。咁呢個服務係點樣參加嘅咧？咁呢份方裏邊咧，其實係個表格咁嘅。咁麻煩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填咗交翻我哋登記處就可以㗎。咁或者呢份方裏邊，其實我哋都有個 URL 喺裏邊，就喺個網上登記，或者你 fax 翻過嚟都得。咁好啦，咁我介紹咗我哋個中心嘅服務設施俾大家。咁首先我亦都講介紹下今日嘅嘉賓嘅。咁我哋今日咧好高興有2位嘉賓嘅，就係劉文迪先生，就係聯科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同蘇啟文先生，就係聯科科技有限公司市場業務總監嘅。咁劉生同埋蘇生咧都係有多年嘅互聯網市場營銷管理經驗咧，2位現時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嘅導師。咁教授有關呢個互聯網營銷同相關嘅知識嘅，譬如搜尋引擎嘅優化啦、Facebook 嘅市場營銷啦、互聯網營銷策略等等嘅。咁2位亦都係曾經係香港新城財經台營銷頻道中嘅擔任客席主持嘅。咁教導中小企如何用呢個互聯網資源咧，降低企業成本，以及更重要嘅就係讓中小企係知道如何找到創新經營模式嘅。或者我哋都冇，或者我都冇阻大家時間。我哋首先歡迎劉生先。喂，好多謝啦，PDC 啦，咁邀請咗我哋啦，嚟講呢個講座啦，咁都好多都好多謝各位先啦。咁本身咧我就做咗啦，可以介紹自己先啦。咁本身咧我哋公司咧成立咗都11年啦，就年開始嘅。咁早期咧就同個市場一樣啦，可能2000年嗰陣時候開始就諗下，咦原來科技開始都投入我哋嘅社會之中啦。咁早期可能大家會做啲咩啊？如果2000年嗰陣時候，可能淨係做一個網站，好簡單卡片，人哋有網站，我做個好簡單嘅網站，可能啲人揾下自己公司嘅資料啊，又或者揾下公司嘅地址啦，最多人睇。咁但係原來我哋做咗個網站，好似一張卡片咁樣。喂，原來唔知道究竟點樣可以再俾多啲人去認識咧？去俾多啲人知道咧？咁慢慢咧，我哋其實都隨住呢個方向去做，或者我哋本身幫啲公司去做一啲網站。咁但係
做下，喂，原來自己做網站嘅時候都想去做一啲推廣。咁變咗我哋自己咧，即係因為自己做開呢一行，即係自己都 IT background 咗一段時間，咁我哋就開始自己幫自己試下做推廣。咁做下推廣之後咧，咁開始我哋都做咗啲嘢咧，同大家分享下。咁我慢慢咧，可能就會喺一啲早期嘅時候就點咧，2000年嗰啲時候就可能就search engine 嘅時候啱啱出啦，見到 Yahoo 啊嗰啲都係可能未好多人未知。咁就喺嗰度做一啲推廣。咁做下推廣之後咧，咁基本上都好多人會無端端會打返嚟去做一啲 inquiry。咁咧，然之後做下之後咧，咁係喎點解咧？咁可能你會買啲廣告啊等等嘅嘢。咁就由咁樣開始咧，我哋就去做一啲唔同類型嘅推廣。咁直至到近年啦，咁其實你會見到最新嘅係咩？可能我哋玩緊之前就玩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呢段時間比較玩得多少少，就可能 WeChat 或者 Instagram 嘅嘢。咁我哋都 keep 住喺呢幾年裏面咧，就幫同個市場一齊有個 boost，我哋一齊去用，一齊去研究，睇下有啲咩新發展喺裏邊會做得到。咁呢個就係我哋個模式。咁喺中間啦，咁都好多謝唔同嘅傳媒啦，或者有啲人嘅邀請啦。咁因為我哋都同個市場上面一齊去行住啦，咁自己可能又係一啲比較科技少少嘅一啲 background 啦。咁所以咧，我哋喺中文大學頭先有講過啦，咁亦都會有喺無線啦，咁都有講過下一啲嘅，譬如最新我哋喺資訊一個資訊科技嘅條例上面，我哋去點樣去保護翻我哋客戶咧，我哋點樣去營運咧一啲幫到啲中小企咧，咁就令到佢哋做宣傳嘅時候咧，希望盡量都唔好去犯法啦，可以咁講，或者去保障翻你哋啦。咁所以喺 TVB 啦，亦都有講明過啦。咁最近期譬如喺經濟日報啊，咁我都會有講過一啲 WhatsApp 嘅 marketing 咯。咁亦都會啱啱3月嗰陣時候啦，咁 Jessica 都會有一篇訪問出咗嚟，就講翻啲 social media 嘅 trend 啊，或者方向嘅嘢咯。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一啲簡單嘅介紹啦。咁喺我過往呢幾年10年度啦，其實做嘅客戶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品牌。有大有細，咁呢啲比較大少少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小嘅企業或者一啲中小嘅企業，我哋都會幫佢同一齊去啟動嘅。咁呢一紮咧，其實都會有唔同嘅 service 我哋都 provide㗎。咁最近我哋都會再做多少少，就係好多再大型啲嘅公司咧，都開始會抌一啲 budget 去喺網上面推廣。又或者有啲再大型少少嘅公司咧，就會喺網上面加埋網下面點樣去夾一齊營銷。OK， 我哋會做推廣比較多啲。咁以下咧都同大家去翻啲今日嘅 topic 啦，我哋就會講一講翻我哋點樣去擴大社交網平台推廣呢個效應出咗嚟。咁究竟我哋有啲咩方法，或者有啲咩應用我哋可以做得到咧？咁呢段時間咧，我都想請我哋另一個講師啦，就係阿 Cameron 啦，咁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個喺互